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一开始的时阵，袂少的民众是抢买喙安买甲欠货。这几个月以来，因为国内疫情控制了好，这个喙安就较无啥人咧买咯。也毋过随着昨增加一个本土病例，马上就有袂少的民众到药房去买喙安，连带这个酒精甲防护衫，嘛有袂少人来购买。可见，咱的乡亲拢真要紧，唔敢来放松防疫。 这是好现象。国内新增了1例本土个案之后，不少民众都来药局购买防疫物资。像是可以看到，药局这边就把口罩成堆的直接放在这里，民众拿了一盒就可以直接带走，甚至连防护衣都卖到只剩1件。买口罩都买几个起来放，先生嘛，儿子他没空来买，我来买比较。 危险，好，大家都要平安。原本已经无啥人要买喙安，即摆又搁开始抢咧买。有书员咧讲，年底的时阵，大家庆祝耶诞节、庆祝跨年，足侪人拢要出门。最近买的人本来就有较侪，搁加上指挥中心公布有本土的个案，甚至还有民众来咧问是毋是有 N95 的喙安，连进前无效的酒精，即摆嘛有人来咧买。下午开始的话，就是有一些买气就上来了，大概增加1到2成的一个买气，酒精的购买。 也增加，民众听到国外的疫情这样子一直在升温，又听到说英国那边又有新的一个物种又出来了，防护衣啊或护目镜这些来讲，购买以后然后寄出去给他们。不过经济部强调，合格喙安库存量超过5亿片，暂时未发生欠货状况，民众实在唔免烦恼。